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纯，欢迎收看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2位博士跟我们来分享健康的新的理念，而且呢，我们也讲到了一个信息能量子科技这样新的一个技术哦。那这些技术呢，到底可以怎么样呢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它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产品，让我们非常方便就可以去运用，然后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美丽呢？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这2位博士来跟我们做分享。一样，我们先来欢迎宏威科技集团的创办人谢晋兴博士。各位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很开心又跟各位见面，是会非常欢迎。接下来介绍这位呢，也是博士，他是科技研发总监陈明坤博士。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哇，很开心继续来跟我们聊下去。那很多观众朋友呢，听到了这个信息能量子科技之后，会想说，哇，这么棒的一个理念、一个产品的话，要怎么样去融入产品里面，然后这样的一个技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好好的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哦。那一开始呢，我们当然要先来了解，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术啦，宏威科技集团就是信息能量子技术这样的量子科技呢，对宏威集团来说，其实是创新研发非常重要的一环，对不对？对，首先呢，真的谢谢我们陈博士的共襄盛举啦，来宏威来帮忙是，那真的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产品主要就是在物质能量所以我们以远红外线的能量商品为主。那对生物信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过去我也是陌生那在因缘巧合机缘之下受到启蒙那所以我们开始陆续有第一个商品就是有信息能的商品。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个产品应该是未来人类养生保健还有各领域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科技所以也很幸运有那个陈博士的大力的协助。那所以在我们过去的商品呢，我们本来就只有物质能量，如果我们能够再加上信息、生物信息，就好像本来的那个产品的成分跟能量之外，再加上它可以启动我们人经络，促进血液循环更好的这种效果，那养生保健就更有效、更容易所以呢，对我们宏威科技来讲在未来整个产品的布局还有研发上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我们在产品以及我们对消费者提供那个效果应该是会比以前呢，我个人认为啦，最少会有几倍以上的功效，而且受到肯定。但是很可惜呢，这种科技懂的人不多，所以内行人懂得，他们会讲这个是黑科技，但是往往又被误解它是一个伪科学。但是我们生活上，我一直认为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只要你产品能够改善对人体有真正达到那种功能跟功效它就会达到口碑相传那认同肯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那就可以更容易达到我们公司的理念推动全人类的健康向前迈进大概我简单的一个对我们公司的一个重要性谢谢。对，所以信息能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元素。那讲到信息能呢，在上一集节目当中那陈博士有跟我们讲到，就是物质能量信息嘛。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那其实信息能其实供起来，是不是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东西的存在呢？其实我为什么会相信？其实我是读电机的没有理由会去相信这种感觉不科学的东西。对，
只相信科学哦，那不科学是什么？相信量测的结果，是相信你看到的东西。嗯，但实际上，你把物质一直切到最后，它还是物质吗？可能不是你想象的物质。譬如说黄金好了，你把它纳米化之后，其实黄金的颜色不会再是你认知的黄金那个颜色。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讯息，其实它是一个微观的科技哈，就是它很细微，有些人感受得到，但是大部分人感受不到。但是大部分人为什么感受不到？其实是来自于知识障碍，因为你觉得它不存在。比如说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她只要经过那个丧事的那个地方，当天晚上一定睡不好。啊，当然那个时候都认为她生病了，所以带她去看西医。啊，西医当然就给她西药，她越吃越不好。啊，她还是吵闹。啊，我丈母娘是很相信那个有的没有的。啊，很有趣的是，她就是把我女儿带去庙里面。用米用香拿来，当然是叫做收金。哦，很简单的事实的理论，当天晚上他就睡得很好，就好了。所以吃药吃不好，但是实际上真的去收惊的好。其实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传统民间很多人都这样做。对，其实做这样，我干妈公真正爱收惊有好了。是的，所以这里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我要相信科学嘛。我所谓科学就是西医告诉我们的科学。但是我要的是我女儿睡得好，但是去庙里面看到的是非常不科学，但是很精准的，她可以改变睡得很好。她确实睡好了，那有些人说迷信，对不对？但实际上她是真的好了。是啊，所以后面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奇怪她为什么会变好。会变好的过程里面，其实你会看到，所谓讯息里面用不同的方法去表示的话，就是道家去表示，其实他可能需要的是里面一些符号代表一些特征，一些特征其实它就是会有一些讯息，特别是在宫庙里面又有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所谓的神明帮我们加持，它就是可以远离那些不好的共振的东西嘛，所以它很自然就是变好了。包括都吃过芦丹。就是香灰，但是罗丹罗丹里面其实现在比较不太适合吃啊，因为里面有太多化学的东西。以前的东西真的是很好，就是那个香里面其实是中药，是就是中药，所以以前那个罗丹特别有效，现在千万不要去吃罗丹，因为香是化学的。对。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的一个从平常的实验的结果里面看到的，我们学校教我们那叫不科学，但实际上对我们最有效的却是那个东西啊。所以花卉我们真正的所谓的讯息能科技，其实就是用这一些手法。我们找到一种方式，可以把它植入到一些所谓的载体里面。很有趣的，载到水里面，你每天都在喝的水里面，它竟然就有效了。这个就是公司里面真正最大的突破，就是你可能有不同的载体，我们给它的一些可能频率啊、共振的手法不一样，它既然那个物质就会产生一些讯息的变化。其实任何你看得到的东西都是一个载体，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在你载进去之后，它可能3分钟、5分钟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公司里面的技术，它就是可以把它记住在水里面。目前做的实验应该大概超过2年了，它还是存在。所以真正讯息能它是自然存在的。技术讯息能。技术它就是把这个讯息可以去复制，可以去储存，这个就是我们宏威里面最重要的技术，是把它记在它要记住的地方。
所以其实照陈博士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说信息能其实从远古就有流传下来。那我们生活周遭有很多事情都跟信息能有关系，可是我们可能自己会觉得有些东西它并不是科学可以印证的，但确实它是又存在又有效的。然后怎么样把它好好的运用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而且重点是它能够持续，这个就需要相当的技术了。那其实像刚才例如说长灰爪啦，或者是说有些人说双胞胎，或者是说母女连心、母子连心，那个也都是跟信息能有相关的，对不对？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国外很多所谓学术期刊里面就会看到，你的意念会去改变这个氛围里面的一些现象是可以量测得到的。比如说人跟人之间，其实那个心跳会产生共振，那个东西目前来讲，科学是可以量测得到的。当然今天我没有准备那些资料，其实那个就是一个他们一般能量在讲的所谓共振的一个基础。对，哇，所以其实信息能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呢，可能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说，怎么样去把它运用，那就要透过一些产品，就是透过比如说，我们宏威科技集团，它就研发了很多产品，然后把这个信息能的东西，把它转职技术进去，我还知道特殊的技术，而且重点是不是说3分钟就没了，它还是一直会存在的哦。那这些相关产品有什么呢？我们是请谢董跟我们来说明一下，好不好？谢谢。我们在陈博士的那个协助努力之下，公司这1-2年开发了不少信息能的产品。本来我们没有信息的产品，那我们会调整它的那个里面的成分，让它成分里面能够当信息载体，因为如果你没有载体，你信息是没有办法被就是 imprint 就是下载还有记忆下来的，对，所以这个也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们真正最开心的就是，我来站起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人最重要的养生一个很重要的产品，就是我们每天喝的水。那喝的水呢，各位你看它这个造型很奇怪，它是一个圆形的。实际上，如果呢台湾因为大松树很少，国外有那个大松这个就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松果体的，哇，你看很像对，很像。那事实上，我们开始在做水过滤设备的时候，我们因为第一个我要跟人家不一样，我不想要，不要插电，不要把那个水过滤的水设备还要接到水龙头，这样生活上都很不方便。所以我们的方向就跟市场上某一个品牌德国来的。它只要一放到水龙头下面，一打开过滤，那我们去研究它那个过滤，觉得没有信心啦，因为它里面的那个滤材啦各方面，但是它那个整个简单方便就是我们要的，但是因为这个品牌很久了，而且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设计，而且都有专利，甚至我们海外去查，怎么设计都卡到专利。所以我们在研发的过程就被卡住了。那刚好，在疫情的时候，好像，我到美国那个时候，台湾疫情，打疫苗很紧张。那我们因为美国有分公司，我跟我太太就，那不然我们去看看孩子，顺便去打个疫苗。OK，那在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刚好那公园很多嘛，但是我也忘了什么公园，那很多大松树。在散步，可以看到那个那个松树下很多这个松果体，当然不是都这么大颗啦，也有小颗的。我看那个松果体，那我们在读这种信息能的时候，有读到我们人体有一个松果体，它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金字塔，它是跟那个海马的那个一样，那位置跟我们那个地球的心脏是一样的。那我就回来就跟陈博士研究，我们怎么突破？在努力之下，终于有这个商品，我们有独特的设计专利，还有产品的功能专利。所以这个商品目前，在台湾跟是海外市场也有2个专利，这是我们这个产品的起源，就是这个灵感来自于散步。对，而且跟各位分享一下。对啊，那你看呢？我们这也得奖，对不对？对，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这个。
目前呢，我们这个丽水湖呢已经得3个大奖。第一个大奖就是首尔的花民大奖，而且是大会的首奖。接下来我们到日内瓦，日内瓦得到那个金牌，甚至日内瓦的裁判他一直想要代理我们这个产品到瑞士去卖。为什么？因为当场我们做 demo， 不同的水示范出来不同的功能，放在脑部、放在心脏、放在肾脏，马上人产生反应。什么之下反应才会快？共振。量子自旋产生的频率跟你的器官共振，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效果，它有一个化靶。你那个器官叫靶。射箭，什么射箭？就是我们要治疗的那个信息。譬如说中药啦、西药的这种，或者是食物的信息，一样，两个共振一起作用到那个，所以产生很好的效果。所以目前呢，我们现在在陈博士的努力之下，我们有3种3合1的信息，三种譬如说这个就是血高了，就是说我们如果生活上因为饮食习惯不方便，血压比较高的啦，血糖比较高的啦。胆固醇比较高的，我们建议用这个水来调养来改善。现在这个产品在市场反应非常好，而且见证很多。这个就是调整体质。那当初呢，刚好疫情很盛行，很多人确诊。那确诊之下，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除了西药之外，中药就是清冠一号嘛，不然就是那个慈济有一个净思草本饮，所以我们有一个。现在可能用的比较不到了，叫做缓解不适，就是你确诊新冠病毒就喝这个水，但是如果你没有确诊，或者是你已经阳转阴就不要喝，因为喝了会拉肚子，因为它很凉。彼岸过滤的水为什么这么会凉？关键它里面有清冠一号药气的信息，水流够以后，它会把那个药气下载到水里面。包括慈济2个合一，所以如果你平常喝这个水就会拉肚子，太凉。很多人不相信，我不你等你看嘛，落晒卖水我。这个就是百试不爽啊。这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呢，我们开发到现在有很多。那后来呢，我们把这个观念用到很多产品像我们这个酱油它里面有所谓168，就是它里面就会有，因为我们食物最主要是照顾我们的肠胃跟脾嘛，所以它有照顾肠胃跟脾还有燃烧脂肪的信息在这里面所以这个而且是纯天然黑豆纯酿的。我海外的朋友，如果我过去送给他，每次都说你不要送什么，你就给我带酱油来就好，因为那边也没得买。这个我们开发的所谓的酱这个类似市场的 SO 酱。这添加的，你看里面的成分很简单，所以如果你买罐头的产品，你有发现它成分，你有看不懂的，我建议不要买，因为那个都是防腐剂、化合物，每一个字你都要看得懂，那个才是真的是天然的所以真正呢，包括我们这些食品，像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厉害的美元宝，它就是里面植入的信息，它就是2019年的诺贝尔得奖呢，它就是说我们人有一个细胞不断的分裂到最后会变短，不能再分裂了，那个叫 telomerase， 就是端粒。所以我们现在精准养生，就是我们建议每个消费者，你要使用之前，先测你的端粒的长度，再接下来你用3个月的过程改善以后，你再测你的长度，就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效而且是我们加入真正物质、能量、信息3合1来改善，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没有测，我们很多消费者，包括我自己，从外表就觉得哇，能变这个笑脸，那种气息，你若逐工吃这做袂忝啦，真正啊，规日我咧拍照感觉啦，少年家同款啦，所以很多人怀疑讲你要靠什么保养？当然，我个人养生，我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是没做好，我运动量不足，运动量，如果我把这量补齐的话，我应该会比现在更健康。我前几天去国外旅游，它有一个阶梯300阶，我跟那些年轻人一样啊，啪啪啪啪就爬上去
哦，我们一团20几个，我也是名列前10名，300阶就上去了，对不对？啊，有的不行的就在下面等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是养生，真的是，哦，一切都是为了健康，健康才是自己的大事，哦，所以养生保健，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觉醒，健康是觉醒，你早醒早顾，不醒不顾，你几岁醒几岁顾，所以我很感恩呢，把我引进到健康产业的那个介绍人所以我从一个公职的生涯来投入这个健康的产业。那我们都知道21世纪呢保健新贵将会取代科技新贵因为没有什么比健康重要。你 AI 再怎么厉害的目的还是要造福人类生活简单方便，创造我们的幸福美满家庭。但是没有健康，什么都那是免谈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建议我们所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一切都是为了健康。祝福你呢，在往后的岁月健康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棒，谢谢。好，谢谢创办人帮我们介绍了哇这么棒的产品，而且得到很多的国际大奖哇。那这些奖项呢，其实就是除了刚刚介绍的绿水壶跟那些产品以外，好多的产品都有得奖的啦那就是我们观众朋友，你可以上网去查，这个真的不是欧北共这个奖要得到真的不简单所以可见说哇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我们的信息能。然后量子科技把它放到我们的产品当中，那它确实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很棒的效果，让大家能够维持健康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了解。那另外是说，可能这产品很好，所以我们要请问陈博士，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品，大家都会想说，什么样的人适合？那有没有什么禁忌？会不会有人不适合呢？这个东西其实它是讯息能嘛，所以它是去调整，去适合你身体要的一些节奏。是，所以基本上它是对身体是最多没有效而已。但是市面上有很多能量的商品，它跟你诉求的是什么？血液循环变好。但是你可以去看到的是，睡觉的时候血液循环是先上去再下来，意思就是说，当你要睡得很安稳的时候，需要血液循环慢下来，身体变冷，你才能睡得入睡得很安稳。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它叫你用睡觉的时候也用，你不会觉得这是逻辑是怪怪的吗？对啊，这样会不会睡不好？是的，所以能量的商品其实它不应该24小时一直都在用，但是讯息的商品很有趣它是讯息是适合你的节奏。包括当然里面有一些我们用在睡觉的商品里面有一个叫做子午流注。所谓子午流注就是说你身体在什么时候要走什么经络，它就会跟着那个节奏走。所以你会看到它当然是给你能量，但是实际上它在某些时候它是把能量停掉的，是能量跟讯息合在一块嘛，讯息去控制能量的走向。对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是跟外面的很多所谓能量商品截然的不一样所以我会讲，能量商品很多人讲不共振就不会有事，但实际上它会去调整你身体。如果你身体偏掉了，它到底会不会有事？所以能量商品要适合的用，但是讯息的商品它因为有讯息的节奏，所以它相对不会有那个其他所谓的副作用，对，就是不好的反应。所以其实信息能商品的话，它就是有排除那些能量商品不好的地方，对不对？你可能会看到所谓不良的反应是一种叫做迷眩反的反应，就是你譬如说喝那个水，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皮肤会痒，长疹子，不喝那个水之后，疹子不见了，但是又去喝的时候又出现了，你不会觉得很神奇吗？你家的水喝一辈子不会这样对，那个水滤过那个东西竟然会出现，对，为什么？因为它会去排毒排毒就会有迷眩反应，所以你会看到所谓不良的反应应该都会出现到迷眩反应，就是一些感觉不好的症状，但是不好的症状你又会发现我吃得下睡得着，所以
当你出现明显的反应，我通常都会讲恭喜你的那个想要治疗的那个东西，它就会改善就出来。因为它排嘛，因为身体累积才会出现那些症状嘛，所以只要排出去，身体一定会变好。哇，所以啊，这个信息能量子科技的产品哦，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上可以方便我们非常随时啊，然后很轻而易举就可以好好的去养生，对不对？对。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哦，我们最后就请谢董帮我们做个结论，好不好？谢谢哈。我想万般都是一个缘分啦哈。我们公司来讲，我们在推动这个养生，强调随缘。有缘有份呢，公司就尽量把你服务好，让你觉得你所花的每一分钱，它是非常有值得有代价的那这个还是要靠各位在这里很诚挚的邀请有缘人能够好好的来了解我们宏威科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它提供的商品它带给我们人类每一个有缘人，他是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改善甚至我们提供了一个事业机会给想要创业的人大家一起来打拼因为这样一个人到最后最重要的是在将来的路上，你要感谢过程中的你肯努力、肯用心、肯学习、肯付出甚至造福社会，贡献给大家一个更值得大家尊重、更有价值的自己。谢谢。好，再次谢谢我们的创办人，谢谢还有陈博士，谢谢你们。精准养生重塑人生节目希望带给大家运用信息能科技养生，重塑健康美丽的人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喽。